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意大利疫情继续拖，今嘛尾去到西非去。奈及利亚拄到传讲有境内头一个画着的咧，这是一个3天前为意大利北平米兰飞去到奈及利亚办公的意大利公民，嘛是西非头一个咧，是非洲第3个咧。今嘛全世界画着的国家和地区，算的已经累积到50个，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另外，这个面镜头继续刷转来台湾，来关心昨行政院议会，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一个卫福部部长陈时中，拢希望这个苏贞昌会当甲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提悬到第1级。苏贞昌伊嘛当场回应讲，依照陈时中部长的建议，已经提悬到头1级。也毋过，偏偏是提出这个建议，侯友宜新北市煞无安尼照做。侯友宜嘛强调讲，啥物人提出的毋是重点，伊讲重点就是中央和地方爱共心做伙来抗疫。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来采来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昨天的行政院会当中裁示，要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提升到1级开设，说这是听从卫福部长陈时中的建议。但其实还原昨天院会的过程，其实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先提出这项建议，但是院长在裁示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提到侯友宜，会不会觉得被抢功劳了呢？侯友宜也做出最新回应，来听他怎么说。我倒觉得谁建议要1级开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下一心，如何面对武汉肺炎，大家全力以赴哈。然而提升层级是可以让兵贵神事快速的反应，以及统合各部会，来有效的压制这个武汉肺炎。我相信疫情不是只有台湾越来越严峻，全世界越来越严峻，所以抗疫的这个提升是一种必然，所以在很早一段时间，我就已经把它视同社区感染，全力的备战，那也已经早提升为1级了。所以其实层级我讲过，层级的重点是我们如何统合各单位快速的反应，谁建议根本都不重要。可以听到侯友宜他认为是谁提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央地方一条心，要齐心抗疫。而针对疫情指挥中心提升到1级开设呢，新北这边也提前做好了超前部署，提出了非常多的防疫措施，要提前做好防疫准备。以上向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磊主播。多谢新杰。另外，立法院上新的画面来关心，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任命前立法委员洪志阳来做立法院的顾问。今麦外口咧传讲1个月月给差不多是12万，引起多人伫咧话，质疑讲敢会是甲伊箍我来，要来甲伊收买？会知影游锡堃有上新的回应。我非常谢谢各界的关心。那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依法他本来法律的规定就是那边有一个位置，然后薪水也不是我加的就是有那个缺。那我觉得我必须要找一个跟我专长互补的人。那我年纪也比较大，要找一个比较年轻；我男性要找一个女性。然后我现在在国防委员会找一个对国防比较专注的。所以我考虑的结果，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但是我最后选择慈庸，最主要就是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年轻、专业，然后有基层服务民众的经验，而且本身又有4年立委的经验，那对于议事规则等都非常了解，所以我是觉得她非常优秀，所以我选择了她。不过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有很多这个委员其实是很资深的，洪志庸只做过1届，可能对议事还不是那么娴熟，因为之前过去的这个位置的人都是很资深的。很资深的，有的现在就在当委员他现在在当委员，都不可能来了。对，有哪一个现在不当委员都很资深可以来的？希望使用在哪一部分可以帮助院内理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当然要资深的，但是我刚才有讲，有很多都很适合、很优秀的哈。那我都曾经考虑过，但是有的年满65岁就不行了，因为他这个缺是公务的，
公务的年满60岁，那没有年满60岁，有的现在当立委不可能来，所以我选择那一方面我在北部，我希望选择一个不是北部的，那希望说已经结婚的，然后年轻，这个都是我想我在考虑的。那至于说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当院长新北，我过去在新北市跟宜兰县选举过，他们有的选民会来找我，所以要有基层服务选民的经验，就是说对待选民要很接地气。然后他当过立委，有立委的经验，那这样可以补我的不足。然后他理性的思考，然后有一个孩子对育儿有什么困难，他的思考也会跟我不一样，可以弥补我的不足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说，他在各方面都跟我很互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机要缺机要缺不算愁忧，机要缺。又不是我请他去当一个国营事业的负责人或者说，而且我在行政院900多位员工跟主管里面我没有带任何人进来。那法律规定给我3个机要缺，那我当然要用跟我很互补的，能够帮上我忙的人。就是我的考虑就是只有这样。原因是因为他的夫婿总统要到了哈，不好意思，夫婿是那个林佳龙的这个重要幕僚，所以大家我跟他们事实上没有见过，大家都知道我已经退休12年了，跟他们事实上没有什么往来。好，拄则咱听到就是尤锡坤上新的说明。另外，要来关心，今仔日是228事件73周年，总统蔡文、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也有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下早参加228事件中暑纪念仪式。总统亲身颁发恢复名誉证书，予受难者厝内人，宣布228事件真相，也有转型正义报告已经出来。做伙来关心现场上新的画面。新的著作，新的发现。让受害者跟加害者的面貌更加的清晰。就在今年228基金会出版了3本的新书，也刚完成228事件真相跟转型正义的报告稿。不仅是官方跟学术界，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有许多对228的回忆和记录。有的年轻人主动的调查自己的家族或者是故乡的228的经验，有的创作者把228转换成艺术的题材，228不再是禁忌，也不再是仇恨的根源。当我们能够越来越深入的讨论228之后，整个台湾社会的共同意识会更加的成熟。不仅是228，后续的清乡跟白色恐怖也造成了许多的伤害。过去几年，我们推动转型正义，因为我们相信记得历史，反省过去，这不仅仅是为了不要重蹈覆辙，更是要为团结社会、巩固民主，让台湾不断的进步。最近，我们苏贞昌院长已经宣布，促转会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会延长运作下去，继续挖掘我们更多的历史真相。只要有这个需要，只要促转会的功能是我们大家所认为要必须持续下去，让我们转型正义的工作可以持续的进行，我们都会让促转会持续的运作下去。我们成立促转会的目的就是要发掘历史真相，但我要强调，政府是一体的，转型正义不只是促转会的业务，每一个政府机关都要充分理解转型正义的内涵，共同参与转型正义的工作。国安单位更不能例外。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屏东东港一间商店1楼新明岛熊熊倒起来，71岁头家娘掉伫内底，结果互人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王梅山来传来了解。梅山。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透天厝起火闷烧。那么在2楼窗户这里是窜出了大量的浓烟，消防员赶紧架铝梯拉水线灌救。因为一名71岁的老妇人受困在屋内，情况危急。来看当时的情形。
好的，消防员在控制火势之后呢，是立刻从1楼半开的铁卷门进入里头，将困在1楼楼梯处的老妇人救出送医。不过因为老妇人伤势过重，最后还是宣告不治。而根据了解，这栋位于屏东东港的透天厝，其实呢是当地的香烛店。那么因为1楼的神龛突然起火，老妇人当时在2楼逃生不及，才受困火场丧命。目前火调小组正在厘清起火原因。以上是我们找到的最新情形，将神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再来关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客运业者防疫办法嘛全面升级。为今仔日起，坐长途客运的人客上车进前一定要磅体温。假使若受发烧的情形，业者会当无爱载。今日2、8小连线假期头一天就要来开始，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刘英玉来带来了解。英玉。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今天是228连假的第一天，不少人都会选择搭乘长途客运来返乡或出游。不过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升温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公路总局是配合了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1级开设，来这个强制这个客运业者呢，一旦有乘客搭车之前都必须要量体温。如果有乘客的体温过高的话，业者不排除会拒载。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今天的话，大概是在台北转运站这边完全是没有那就在那个我们另外一边的那个台北站那边大概也会是有到38度那我请他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再量再测量以后，因为他是跑步过来的，那测量以后是36.8度那也符合规定，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所谓体温过高的一个乘客。因为这个长途客运是这个密闭空间，加上呢一搭就是长时间的搭乘，因此为了全车人的这个权益着想客运业者呢其实也会柔性劝导乘客在上车之前最好戴上口罩以防这个如果有身体不适的状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做这个自保。而这个政策呢，就是今天开始，也就是228连假的第一天正式上路，提醒有需求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了。以上是我们在台北转运站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现场交还棚内。多谢英玉，再来看到即马防疫，会当讲是大家拢真认真，抑阁有人望天庆庆。台南警察半暝掠到一个职业的教场，发觉讲内底有30个教卡，因为咧目睭周的空间内底无一个人挂喙罨。现主时武汉肺炎疫情已经遮尔严重，警察就问伊讲这段时间去过倒位，结果发觉其中一个教卡1月才拄为中国公所转来到台湾，害现场气氛足紧张。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王梅生。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远警聚集在透天厝的铁门外进行攻坚。那么一打开铁门呢，所有远警立刻往内冲，因为就在这栋透天厝里头是聚集了30名赌客正在聚赌。而这间藏身在台南的职业赌场呢，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就被取缔过，不料过完农历年之后呢，又死灰复燃，引起警方注意，上门查缉。不过就在抓人的过程之中呢，也出现了意外的小插曲，因为这30名赌客聚集在密闭空间，却通通都没有戴口罩。那么原本大家还不以为意，直到警方盘查身份，其中一名赌客坦承自己1月刚从大陆江苏返台，引起其他赌客恐慌。不过警方仔细确认时间点之后，发现这名赌客的返台时间是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只是虚惊一场。那么最后呢，警方是依照违反社维法还有赌博罪，将30人带回侦讯调查。以上是我们找到的最新情形，将神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同款嘛是惊无代志，危险的画面，这是囡仔伫咧车路跋倒，后壁一只轿车险险甲伊弄落。台中市一个妇人人7月14暗时赛车经过12路口，准备要转弯，结果有一个身悬差不多100公分的幼囡仔，为路边大卖场雄撞出来，一个无细力伫咧车路跋倒，一个穿乌衫的查甫落尾才赶紧为后壁入来。这个赛车人讲看到这个画面，真是惊甲破胆，假使若是车速较紧的，可能就该剪落。行车记录器画面拢看现，落尾嘛，甲这段影片分享伫人民册社团，提醒时代囡仔一定要顾好条。同款嘛是个人足紧张，继续这个画面来看到新北市淡水一个溪窟啊，这个月初有人赛车规个弄入去内底，无想到昨昏同款有一个赛米冷的人，伊同款无注意到头前路况，直接驶入去这个溪窟内底，上尾是为车内天井走出来。详细情形连续互记者张东来带来了解。张东。
好的，直播各位观众，在这个鱼池里面，你可以看到一台 BMW 的黑色轿车呢，是一不小心直接的就开到鱼池里面了，而这里头的驾驶呢，是赶快的要从车窗来逃生，旁边目击的民众是赶紧的要来协助他，赶快的来上岸哦。先来看一下当时现场的情况，快一点，快一点！快点爬出来呀！好了，就在27号晚上6点多，在淡水区的这一个鱼池里头哦，一名陈姓的驾驶呢，他开着这个 BMW 的轿车，他表示哦，他当时是在车子里面抽烟，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才会不小心掉到这个鱼池里面。所幸他最后呢是赶快的由天窗来脱困上岸，只有手臂受到轻微的擦伤。不过呢，在这个同样的鱼池呢，在这个月的月初呢，同样是有一名男子呢，他是开着宾利的轿车，准备要去接老板，他一样是在车上呢边开车边抽烟，最后也是不小心的就直接开车冲进这个鱼池里面哦。那2名驾驶呢都是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不过最后呢这个车子的维修费用呢恐怕都是非常惊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董，同款嘛是熟悉去搬入去戏白卡，台中一个33岁姓吴的查甫人，伊昨下知影家己一个人赛车，经过国关马陵野溪温泉要来浸风水，结果登去时行伫路的无细里卡刷去拽着，拢总10外消防队员赶紧入去内底解救，落尾用这个软桥豆豆甲伊扛落来。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碧中来带来了解。碧中。好，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6名救援队员合力抬起担架，走在河床上，小心翼翼的将受伤的男子护送上岸。这起意外呢，发生在27号中午的12点多。受伤的33岁吴姓男子自己报案，表示呢自己一个人从古关临时站散西便道进入，前往马林温泉来泡汤。那泡完温泉回程路上呢，不慎摔倒，导致呢全身擦伤，左脚还扭伤，无法行走。但由于呢事发的山区相当的偏僻，消防队员呢是利用手机 GPS 定位，在下午5点08分左右呢才顺利的将伤者护送下山。那么男子送医后呢，幸好没有生命危险。而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男子前往的马林野溪温泉呢是位于古关的大甲溪和马伦溪的交汇口，传染性质呢为碳酸泉，可致神经痛、50间慢性皮肤病等多种疗效哦。那么加上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此是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来泡汤。但由于呢河床有高低的落差，地形相当的崎岖，那么消防队也提醒民众前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主播。多谢毕总。台北市一个38岁查某人生日23样样无命，伊无出国嘛无发烧，也毋过检察烦恼讲，敢会是胃道武汉肺炎？阵啊，甲厝内人讲尸体爱检验才会当入关。厝内人讲死者已经死超过5天，检察官头尾敢若来过一届，法医嘛敢若翕相尔，无采集检体，真老错。台北地检署回应讲，其实头一个时间就已经联络卫生单位，头尾联络5届。若台北市卫生局是讲，敢若接过一通电话，双方互人怀疑讲，敢会是烧下体，引起到厝内人疙瘩，也阁无法度替死者处理后事。如果检察官认定我们这位往生的家属有新冠肺炎的疑虑，为什么迟迟没有联络相关单位来做检验？死者的家属讲，甲然后更甜，这38岁地夫啊发烧过星期，毋过因为原因无清楚，地检署敢若开伤验证明书出来，煞一直拢无来验尸，看到底有胃着武汉肺炎无，拢已经伫要头七啊，到今拢无答案。因为检察官这样的态度，导致已经有多家媒体认定我们家属是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到现在没有法师敢来帮我们做法事。38岁查某人2月2日发烧，体温37.9，伊家己食退烧药了后，就去休困。毋过过2天早起，因翁来叫伊的时阵，才发现伊已经无咧喘气啊。家属做完2届笔录了后，警方怀疑可能是胃着武汉肺炎，要求先送去殡仪馆等人来验尸。毋过到下晡，警方佫讲联络袂到卫生单位，一直等到24号暗时，才有检察官甲法医来验。毋过嘛，干那翕相无收集检体。25号几工，家属拢无接到任何指示。过2天，家己敲1922去问疾管署，对方说讲无接到地检署的通报。当时他来电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股长帮他去查阅这个相关他的通报情形。
是都没有这个通报的。人拢已经4、5天啊，台北市卫生局讲，刚才接到北检一通电话，毋过台北地检署发声明讲，报检的迄天上少有联络相关的单位误解，爱确认死者是毋是有隔离还是检疫。毋过卫生单位却回讲，这个查某人无伫传染病名单内底，无法度去做检疫，双方个人讲个人的。如果有这个案例的话，那我们会请法务部这个法医的主管机关再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情形是怎么回事情。那实验室部分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绝对可以支援。北检认为报检的时阵无相关的就医记录，加上死者的同事这阵才为国外回来，唔敢凊彩去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讲，法医会当按照专业收集检体，不过这个过程两个单位烧下体，外界烦恼这敢会变作防疫的空棒。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人和嘛真重要，台中客运一个运将，伊最近是透露，有人为着这件代志特别打客诉，就那搭伫咧大甲火车头等车顶啊，打讲恭贺客诉，恭喜乡亲免阁再吞轮椅，看到的人真好看，到底是偌尔气意，到底是为虾米？原来真侪人嫌讲伊服务态度歹蹭蹭，人真无客气。台中客运讲这个运将带6档外，因为改道去载货，1月份就已经无做啊。大甲车头等车的顶仔条顶搭一张白纸，写恭贺2字，毋是啥物人得奖，嘛无人升官。顶会写原154、157驾驶已经离开啊，所有的同学老师甲乡亲拢毋免阁忍受伊的欺负啊！恭喜恭喜！互看到的人拢笑讲是偌讨厌这个人，实际去现场问乘客，大家真是拢足气的。要坐车或者是下班很累，然后又要听他们碎碎念，就很讨厌了。就是有时候会故意开很慢，然后就会导致迟到，然后不然就是老人家还没坐稳，他就突然就开车，就害老人家有点踉跄这样。这个司机真有名，伫咧遮等车的乘客，不管是学生、老大人，还是上班的人，拢对伊印象真深。阁有人讲，伊塞车塞到一半，会甲乘客等下落车去便所。那个台中要上高速公路，他还停车去化妆室呢。算是一个真有个性的司机，不过伊的前头家嘛替伊讲话。根据了解，这个司机已经驶6年外，嘛是有老大人学了过伊的服务。伊即阵改去驶货车，所以正月离开，想袂到伊走了后，有人打足好的客诉出来，嘛意外引起话题。记者综合报道。2020高雄内门宋江镇的活动进前唔惊武汉肺炎疫情闹咧上场，所以当时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特别来参加开幕典礼，即马临时临夜话停办，原来就是因为考虑到疫情即马遮尔严重，市政府修订中央防疫办法，配合庙方的管委会，才会决定停办活动。另外，第55届屏东乐队运动会本地是这个月22要办，落尾延长到新历3月初7。客委会即马嘛决定要停办，主办单位新北乡公所为着乡亲的健康，即马敢来当全力配合。2020高雄内门宋江镇的活动，进一步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赶快照办。迄当阵韩国瑜嘛有来捧场，佮专工请恢复金价，不过即马活动说也是临时取消。我们有去内门紫竹寺参加管理委员会的会议，那会中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将绕境活动跟接续要办的宋江镇系列活动都予以停办。停办就是无延期啊，一律拢取消啊。原来考虑到疫情，市政府嘛支持中央防疫，加上配合庙方管委会决议，才会决定活动要停办。另外，市政府嘛针对大型活动有要继续办无，定规定出来。未来办活动的所在，若是无通风，或者是用的是中央空调，活动的人数伫100人以上，活动一定爱停办。500人以上的活动就更加免讲，同款爱停办。若500人以下，唔是办伫咧无通风的所在，有条件会当办。若内门宋江镇的活动取消，即马屏东乐队运动会嘛要停办。今年第55届乐队运动会本来要伫这个月22号起过，尾手嘛改到3月初7，不过看到疫情愈来愈厉害，客委会决定停办。当地主办单位嘛，干来当配合。只有一张公文，只有一张命令下来，但是我们绝对全力配合。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压袂落来，为着防疫，各种的活动拢取消。大家病毒越来越去，尾也变作大传染。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消息来关心，今仔日是228连假头一天，高公局嘛预估国道的车流，小连线头一天应该是上解脱。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民众有可能较歹坐大众运输工具，变做家己塞车，害国道更加塞。来听高公局上新的解说。
今天是228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那西部国道在上午7点开始哦，就出现南下的一个车潮。那大概8点左右，国一的湖口到新竹路段，国三的树林到龙潭路段就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那至于国五部分的话，就是上午在6点前就已经有出现往宜兰方向的一个车潮。那在6点后到7点这个实施高承载管制之前，整个国五这边出现有车多的一个情形。那自7点半实施高承载之后呢，那国五的主线逐渐的一个疏解，但是在国三这个双向要汇入国五的南港系统，则出现往国五的一个排队停等的一个车队哦。那所以呼吁民众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一个车辆就避开这个时段，或者民众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哦。那至于说整个中部路段的话，也是在上午大概8点后，在乌日到雾峰也出现车多的情形。那其余路况则大致正常。您刚才有特别提到公共运输的部分，有没有感觉到这一次的连假的部分，感觉好像自小客车上国道的机会好像有没有比较多？截至目前我们观察整个车流的状况，跟我们预期228连假的车辆的一个情形大致相符哦。那还没办法很明显的观察出说是因为有公共运输减少的一个搭乘哦，然后转移到小客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会持续评估这些交通量，那整体交通量等到节后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评估分析这样。你们是不是有在想说，这一次的连假的情况，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在预估车流量部分好像比较不好评估，是不是？跟以往来讲。以往历次的连假都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像说，像春节就会遇到地震哦，那或者是在中秋节会遇到台风，那所以我们在预估历年的交通量的话，我们会参考当然是历史资料之外，也会参考当年的一个交通量的一个成长，所以这次228连假的部分，我们也是参考历次的一个连假的一个特性。那当然这次的疫情的部分，我们其实也会在我们的预测的范围内哦。那所以目前我们这预估今天大概有114百万车公里这样的一个交通量，大概也是涵盖在内哦。那但是详细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再做更详细的分析，才能做一些说明。有没有是平常的几倍？如果说以228的连假一般来讲的话，228的话，我们这一次预估114百万车公里是我们年平均的大概1.4倍左右1.3、1.4这样的量，等于是说一般如果是周休，如果100万车公里的话，也是一般周休的一个1.1倍左右，所以这个连假的本身它是主要是以比较多的是出游的旅次哦。那这个出游旅次的话，多多少少会受到天候的因素影响，也会受到其他的因素哦。那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在持续的在观察中。早上这个交通量有在你们的预期之内吗？有一些地方好像时速低于20公里。今天上午的话，有几处比较短的路段会时速低于20公里哦。那当然就是也是在现行变化路段，像湖口到竹北，那当然是龙潭就是应该是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那本身它是车多造成的一个车速比较慢，但是整体的交通量的话，我们观察统计截至目前为止，大概还是在我们预估的一个范围内哦。那所以大致上还尤其加上上午的天气还不错，所以像南下的量其实还是有一些交通量出来哦，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没办法说这个受到疫情影响的多少。拥塞情形大概什么时候比较缓解？西部国道的拥塞的状况，像刚刚讲的湖口新竹，我们会在预估在中午前会稍微疏解一点，但是下午后还会再出现一波，就是使用这个路段的一个车辆哦，大概湖口新竹大概会到下午3点后就会恢复正常。然后至于说国三的部分，大概是中午后就会逐渐疏解。那国五部分的话，在中午12点高承载管制结束后，那下午还会有一波是大台北地
区，那会往宜兰方向的一个的车潮，所以国五部分预估南下的话会到下午的4点后才会逐渐的疏解。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高工局科长上新的说明。另外，这方面继续要来关心苏花改为透早6点钟开始塞车，为东澳塞到军营公墓头前，警察伫咧现场指挥交通。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英如来传来了解。英如。好，主播各位观众，228连假终于到了，许多民众已经等不及要出门玩。带你来看到一大早6点多，苏花改的部分就大量涌现南下车潮，受到旅客喜爱的苏澳地区也从东澳端一度回堵到军人公墓前。警方早就有准备了，派驻了人力指挥交通。带您听一段现场访问。苏澳市区的部分目前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车流就开始增多。那大概在6点的时候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状况。那目前车流回堵的状况大概是在那个军人公墓前面，那大概行车要30分钟才能到那个苏澳端的入口，所以请用路人要耐心等候。另外，在南澳地区，则是从大南澳路桥回堵到台九丁线121公里处，而相关单位预估可能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许多民众取消了国外的行程，改成到国内东半部旅游。连假首日这一波车潮大概要到晚上10点之后才会缓解，也提醒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国五苏澳服务区下车休息。另外，在速限容忍范围内，尽量提升车速到60公里，避免造成回堵拥塞。以上是为您掌握资讯。多谢英如，再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也未收煞。指挥中心已经公布第32例确定怀着病例，是一个印尼的看护。伊几落届拢坐大众运输工具，伫咧台北、新北安尼4界热所拍走，又坐台铁、高铁，也有坐运，经过台北车头、树林火车头，也有台北市龙山寺坐运站。今日会知影，环保局就来到台北艋舺龙山寺来消毒。现场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洪泽莹。好，主播各位观众，这目前就位在这龙山寺的前面哦。那今天一大早，环保局是也来到这边来做这个周边的消毒动作。那可以看到，现在环保局人员呢是正在做这个消毒水的注入哦。因为呢，其实就在案32呢，也就是这个印尼籍的看护，那其实他在指挥中心公布足迹图的时候，是有发现他有来到龙山寺的周边来做逛街或是购物哦。所以呢，这个龙山寺周边，今天环保局也特别来到这边来做这个消毒，就让我们听一段稍早访问。其实没有特别的相关性，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我们环保局本来针对一些民众游客较多的地点，本来就会这样消毒。就这个地点来讲，这个月其实不止一次，至少来2-3次以上了。那像之前那个灯节的时候，在西门町的部分，我们也是这样消毒。那包含像那个台北车站的部分，我们是每天都有去做消毒。那像我们周遭的一些行人的清洁箱，除了刚才讲那个喷消的作业以外，我们同仁定期也会做消毒作业，这样子。是。今天消毒的整个范围包含哪里？今天主要的范围就是说，龙山寺的前面这个周边，包含捷运，那个和平新路的周遭，然后还有后面区块。那当然一些小巷的部分，我们也不会放过。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其实我们环保局针对我们有一系列去做一些消毒，像之前有提到是说，像那个公立的一些国中、国小，还有那个幼儿园等等，总共227所的部分已经做完消毒了。那针对一些传统市场的部分，那总共有58处，虽然市场跟批发市场等等我们也做过消毒了。那像这些那个风景地区的部分，我们之前其实有做过消毒，那今天只是特地在做一些加强这样子。环保局表示其实他们不是为了这个案32特别来消毒，因为他们其实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每天都有排定所谓的消毒行程。就像之前呢，在各个国中小外头呢，环保局也有针对这些学校周边来做消毒。不过呢，这个案32的移工的活动的时序，其实是在2月16号到19号，算是整个台北爬照其实是有到树林的车站啊，或是搭客运有到。火车跟客运其实都是有搭过的，那也在2月17号的时候是有来到万华旁边万华龙山寺的周边购物，所以呢，其实民众也很担心。那经过这样子的消毒呢，也希望呢可以让疫情不要继续扩散。那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多谢谢英，继续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甲打也未停卡。台湾即马针对到韩国旅游疫情的建议，提悬到第3级警告的级数。那日本同款维持第2级，往回日本、韩国这航班一日啊就减真济。桃园机场公司统计资料，刚日7日一天，飞韩国减8成，若飞日本航班减34班。另外，像讲乐桃，也有台湾虎航飞去日本东京、大阪、大阪，也有名古屋、名古屋这航班。一寡空服人员讲，因为航班一日减真济，休困日就变较低，有人一个月休20天。另外，为着防疫，华航甲中营航空拢开放疫情第3级的航线，空服人员会当挂目镜来保护家己。机场出境大门无过去，安尼排队排甲真长，大厅嘛拢无啥人。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目前台湾对日本发布旅游疫情建议是第2级警示，南韩更加是第3级警告。即嘛，互去韩国甲日本的航班拢减真济，像讲乐桃航空飞大阪、东京这航线，一部分的航班暂停营运。各有网友发现，台湾虎航真济航班嘛拢停掉啊。3月底进前，包括名古屋、函馆、仙台这航点，大部分拢买无票。乐桃在3月底之前的停航率到了差不多80%左右，本来东京跟大阪一天飞不止一班，也都停到剩下1班。根据桃机公司的统计，今2月27这天就取消305个航班，其中日本取消34班，有买2成；韩国更加是取消要8成的航班。空服员的排班嘛受到影响，普通时空服员一个月休超8天，因为减航班的关系，有一部分的空服员一个月爱休20天。2月开始有超过10天的趋势，那因为现在航班变动的情况比较高，的确有少数案例会到20天的情况被砍班或并班，所以空服员的班表变动就很大。为了加强防疫，包括华航甲中营嘛拢解禁，针对旅游疫情第3级警告的地区航线，开放空服员执勤的时阵会当挂平光的目镜。武汉肺炎影响到航空业，业者甲旅客拢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水水乡公所办水水春游带梅好礼计划，游客伫咧新历3月初2以后来到合作者的旅社带梅，就会当伫咧2项礼品拣一个。水水乡公所特别制作全新的宣传影片甲微电影，要互观众看到上水的水水景致。花莲水水乡有真侪观光资源，水水乡公所为了推广水水乡的深度旅游，办春游带宿的计划，游客伫3月初2了后去住有合作的旅馆，无限制普通时也是休假日，就会当伫2个特色礼品内底选一个炸东西。在地的住宿业者哈，我们现在总共是有39家跟我们一起合作，可以选择好礼，有一个就是早茶的茶包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泛舟券，其中一个礼品蜜芳红茶是真有花莲特色的茶，佮捌摕到世界冠军。水水温泉嘛是真受民众欢迎的温泉，水水乡有800多公顷的游乐园，上有名的就是河港文旦。但年3月到4月火一个开，水水乡就闻得到游乐花的香味。我想回家了。那说带属送礼物的计划，水水乡公所嘛翕全新的宣传影片甲微电影，甲青年农民回去故乡当作主题，翕一段水水人的故事，嘛希望会当请更加侪水水的少年人会当回去故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来去日本，看到日本武汉肺炎疫情歹收煞，日本政府因为卡手上班反应无够，互人未甲变过。东京奥运敢会当照时间举办，即嘛还阁唔知影。现此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宣布讲，全国高中以下校新历3月初2停课1个月，各种防疫产品会当讲是真热市。那敢若喙安、酒精消毒水，也阁有欧西莫利空气清气机，另外阁有一款挂伫咧阿妈棍行动式的空气机，共款是真抢市，也阁有一款叫做青提的海草，大家小钱买买。原来受一间大学研究认为讲，这款叫做酒醇的青提，会当增加咱人对抗冠状病毒的抗体，结果引起到民众小钱買買。およそ160人分の整理券は配布が終了したんですが、それでもですね、列がどんどん後ろ伸びていってます。透早店还未开，东京的街路就已经有真侪人咧排队，大家拢想要抢到的物件就是喙安。8時前に来ました。日本的疫情真正辣，医疗喙安真歹买，店的一个有喙安就随风扫甲空，各种防疫商品嘛变甲真抢市，空气清气机卖甲小小叫，世代行动空气清气机嘛受到大家注意。ここで空気を清浄してくれているんですが、不快感みたいなのも重さも
不自由がないです。挂伫颔棍仔顶的，得当互空气内底花粉、分泌才有粒无去。民众拢希望这台对病毒嘛当同款有效，就算一台爱台票6000外块，大家嘛拢甲开落。用一届就等的抗细菌的面巾，嘛同款卖甲要无货，业者敢会当加班赶工。紫外线杀菌的设备嘛同款真受欢迎。伫办公室遮人较济所在，听讲会当杀死空气内底病菌。民众防疫唔敢凊彩，嘛，互一种叫做石醇的海藻雄雄变个真情。青さ売り切れてますね。爱知县中部大学要发表石醇内底成分，会当互冠状病毒变甲较无遐尔活动。想袂到民众误会做石醇会当预防新冠病毒，结果大家拢咧抢，国务平台去趁机会甲介绍亚冠。日本防疫嘛带来一波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人谣言讲，中国对抗武汉肺炎防疫工作可能有空芳，因为武汉封城超过1个多月。最近有一个味道，这个武汉肺炎的查某人，伊本地是伫咧武汉加角坐家，离离拐出来了后，互厝内人赶紧塞车载伊倒转去北京。大家听到到底足惊惊，因为听讲即阵啊，伫咧武汉偷偷出门买菜，拢会互中国政府扣起来。中国网友就起谣言，讲这查某人会当出城，敢讲伊的后台特别硬，或者是这个规定有哪无？在如此严密的防控之下，他是怎么能够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呢？武汉封城1个多月，即马传讲有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的查某人为武汉走去北京，大家听到拢唔敢相信。工作重点围绕黄某某如何进京、如何进社区开展调查。根据了解，这个姓杨的查某人本来伫武汉加角坐家，18号发烧，确诊是为着武汉肺炎，煞伫22号出国了后，互亲人塞车接登去北京大所在。不过武汉迄天明明就封城，严格管制民众出入，这个查某人到底是安怎登去北京的，真正互人想无。越快的公布，越会让大家安心。更重要的是堵住漏洞。姓杨的查某人甲伊的亲人拢已经互送去病院隔离观察啦。网友质疑武汉封城无够确实，防疫有空芳。其实武汉24号要改开封城3点钟，不过买手佫讲无通报互顶级，爱继续封城。政策改来改去，互人真害头，佫较害是可能已经有真侪人趁这3点钟的时间出城走去乌兰、中山、汀州这个所在啊。不管消息是毋是真的，防疫的工课拢已经出问题啊。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香港媒体报道讲，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牵涉到参加去年新历8月31的大游行。今日早起时，伫咧香港徛街内底，互人抓起来。经据了解，警察到现场了后，黎智英互人用警察车载去九龙城警署。香港民主党的这个杨心，也有工党副主席李道仁嘛，同款互人哭去。反送中争议，香港政府去年新历8月31到抓真侪人。民间团体办自由行，黎智英和李道仁嘛到现场参加，搁在唱圣歌、喊口号。今仔日互人抓去，香港警察即马当咧问话。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看到有人环岛的方式真特别，说台湾一个不是骑铁马，是骑真的马。
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猪”，小猪的“猪”。有人认为“猪”是白音，“猪”本来是讲加倍有血缘关系，比家己较细汉就是小猪。讲一个老爸是亲小弟，讲一个阿公是这辈小弟，啊若讲一个外公就是表小弟。落尾嘛会当用来称呼比家己较细汉的查甫，啊若文音读做地主的地，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小弟，拄则讲到称呼比家己年纪较细汉的查甫，本来是敢若讲有血缘关系，落尾无血缘关系嘛会当讲。第二个词地主，会当讲是宗教的信徒。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小弟甲阿兄讲，神明兴，地主穷。讲到神明香火真旺，信徒就爱加开钱，伊是要考劝兄哥，敬神爱拄好就好，唔通伤过头勉强。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猪，这是白音，文音读做地，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西台湾一年，有人是用走路的方式，有人是赛车，嘛有人骑铁马。这个人更加特别，因是真正骑马。都有一阵骑马的人利用2月份骑马环台湾一年来环岛，便若到一个所在，就引起到大家目睭腻腻看。因先准备4个月替马来穿新鞋，搁再用因惯势的声音，马才袂去惊到。上趣味的就是经一个专门吐赛官，免惊伊的脚的脚踏马赛。本官势，铲大便的那个铲屎官，变赛官笑甲足欢喜的，唔若事后伊的马搁改算。成马成甲为因定新鞋啊，就算落雨天行路嘛无问题。对，特别去买，最主要就是避震，还有防滑的作用。马队装备齐全，唔管行到倒拢真合啊，民众拢来翕上楼纪念。这成员拢是好马子，做一个4个月训练班，目标就是要环岛，啊马嘛爱打有在才会用的。不是说每一匹马都可以环岛，让它适应车辆、鞭炮、哨声、救护车的声音。每走50分钟会休息10分钟，那每走4天会休息1天。东海岸的美是，其实国外不一定会比它漂亮。2月7日为台北出发，经过西半部垦丁的上南边，才到东海岸27号骑到新北市万里，一路拢有马崎岖的声陪伴，嘛互这段旅行更较有兴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算算规台湾有1万人爱伫厝内14天隔离，因为惊时间真歹度，台中市政府免费提供电子册。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搁再来关心，这是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为中国、香港、澳门，抑搁有韩国、意大利等来的民众，拢爱伫咧徛家检疫，把含伊70几个人，共款嘛爱隔离。即马规台湾拢总有1万人，爱伫咧厝内度14天，因为烦恼讲时间真歹度，台中市市政府就免费提供电子册。啊，那云林县县政府是特别传一个价值500外块防疫的金龙包，在地有线电视业者提供300组 App 号头的号码。互民众伫咧厝内就当免费来看剧，度过检疫隔离这段时间。甲地下拍开，内底四手啊、喙安、面巾、防疫洗手、杀蚊，全部拢有。毋若安尼，生活有问题，嘛会使找引导3工，阁会当联络病院做通讯医疗。怎么样不舒服？肺炎已经全世界咧传，毋若中港澳，包括为南韩甲意大利回国的民众，嘛拢爱检疫14天。云林县政府专工准备这个防疫袋啊，当地有线电视的业者佮提供免费收看、收钱并对服务出来。奉献了300组的这个免费的 APP 的一个密码了哈，那就可以提供这14天内免费的追剧的一个服务啦。就今日14天拢踮伫厝会伤无聊，提供民众免费看戏剧的服务，避免违规四界拍拍照。这14天虽然非常难熬，但是为了我们避免社区传染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严守我们这个防疫的规范。那安尼，台中市政府嘛塞电子册出来，要互检疫隔离的民众，就算人伫厝内，嘛当透过科技了解外口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